港同廣東省關係密切，之前同大家講過廣東呢一個名嘅由來，今次就用幾個最字同大家分享廣東省嘅威水史。中國係擁有14億人口嘅大國，而當中貢獻最多人口嘅省份就係廣東。根據廣東省統計局同國家統計局嘅資料，喺2024年底，廣東嘅常住人口達到1億2780萬人，比起對上一年增加74萬人。其中全年出生人口超過113萬，常住人口增加同出生人口都位居全國首位，連續18年蟬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，而且仲連續5年成為唯一出生人口超過100萬嘅省份。尤其係潮汕地區、湛某地區都係典型嘅人口增長極，令廣東連續7年成為中國第一生育大省。而且廣東嘅民族分佈仲非常廣泛，依家係56個民族成員最齊全嘅省份。除咗係人口最多嘅省，廣東省嘅經濟實力同樣唔可以睇小。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，好多外資企業嚟到中國投資，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嘅試點，40幾年間憑住拼搏精神，創出新路向，喺呢一度建立龐大雄厚嘅產業基礎，工業實力強勁，輕工製造業例如計算機、通訊同其他電子設備嘅發展蓬勃。近年亦投放唔少資源發展重工業同高新科技產業，創造豐富立體嘅就業環境，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嚟到廣東工作同生活。喺2024年，廣東省嘅 GDP 就突破14萬億元人民幣，連續36年位列全國第一。